我今天要說明預計於2016年1月1號起調漲的 BARK 票價，是 BARK 董事會近期因應通貨膨脹而進行的第二次票價調漲。我會討論這項方案的立論政策及規模較大的方案。1月份票價調整是其中的一部分，以及 BARK 對於再投資年逾40載的系統並實施有史以來最大運載量的迫切需求。我會先從 BARK 財務穩定性政策談起。這項政策是因應通貨膨脹調漲票價方案的立論概念，而且為了提供安全可靠的服務，BARK 需要堅實而穩定的財務基礎。政策的其中一個目標是透過可預測的票價調整模式，而保留和最大化 BARK 的票價收入基數。董事會在2003年提出這個目標，也就是推出第一個調整產能且因應通貨膨脹的票價調漲方案的時間。此方案提倡每隔2年進行一次低於通貨膨脹的票價調漲。我們會透過這列方式來計算票價調漲百分比，超過之前2年期間全國和當地通貨膨脹平均值，以及扣除1/2的百分比，減少1/2的百分比，代表 BARK 的產能有所提升。在2006年到2012年之間進行的4次調整生產大約額外3億美元的收益，這使得 BARK 在2008年經濟開始衰退時能有足夠的經費來運行和再投資系統及維持服務等級。在2013年第一個方案成功之後，董事會繼續在2014年、2016年、2018年和2020年推動 BARK 因應通貨膨脹票價方案。用於計算這些票價調整的公式與之前的公式完成相同。在每次票價調漲實施之前，董事會都會必須核准個別的 Title 6股權分析影響，其中包含收集公眾意見。依據董事會裁決，第二次票價調漲方案的所有收入僅能用於再投資 BARK， 這筆收入有助於資助 BARK 廣泛的資本需求，以維持系統執行的安全性及可靠性。這些資金至為關鍵，因為 BARK 需要預估96億美元的經費，才能支付未來10餘年的最高優先順序資本再投資專案，其中包含廣充的新氣動車車隊、更新的列車控制系統和 Hayward 中改良且擴大的維護設施。雖然 BARK 在過去幾年已經策劃了許多再投資項目，但取得外部資金挹注仍然有其難度，而且通脹會高度仰賴區域和當地來源，所以 BARK 本身必須設法自行籌措資金。廣大 BARK 因應通貨膨脹票價調漲方案是關鍵的自行籌措資金來源。對於這個以目前通貨膨脹和預估承載量為基礎的8年方案，我們預期可產生額外3億2500萬美元的收入，並用於再投資系統。舉例來說，對於自2014年1月1日生效的 5.2% 票價膨脹，我們每年會獲得2億美元可挹注資本方案。以下是使用我先前所提公式來計算排定於2016年1月1日進行的低於通貨膨脹 3.4% 票價膨脹方案的做法。2012年和2014年期間的通貨膨脹是 3.9%， 扣除 BARK 產能改進項目的1/2，我們獲得 3.4%。表格顯示一些範例票價。Berkeley 市中心和 MacArthur 之間的車程票價是
1.95美元，會比目前票價膨脹0.10美元。El Cerrito del Norte 和屋崙市中心之間的車程票價將調漲0.10美元，而增加為2.55美元。2. 從 Walnut Creek 搭車到 San Francisco 的 Powell Street 的乘客則會發現票價膨脹0.15美元，而增加為5.25美元。除了2014年票價膨脹每年所增加的2億美元收入以外，1月份票價調漲預期每年還可產生大約1億5千萬美元的收入，有助於支付系統再投資費用。1月份票價調漲程序的後續步驟包含收集公眾意見，這段 YouTube 是此工作的一部分，以及向 BARK 董事會呈報 Title VI 報告，其中包含收集到的所有公眾意見，以便在今年下午核准通過此方案。目前預定時間是7月23日。獲得核准之後，票價將於2016年1月1日調漲3.4%，並四捨五入到最接近的整數。我們很重視你的意見，以下是讓我們知道你想法的幾個方法。美國郵件 Office of Civil Rights 300 Lakeside Drive Suite 1600 Oakland CA 94612。傳真510-464-7587。電話510-464-6752，或寄送電子郵件 fairs@bark.gov FARES@BART.gov。感謝你觀賞影片以及你對 BARK 的關注。